攻擊30隻，又係咁，攻擊就係咁，行路就咁。OK，等下你就睇下我其他。打人，第二隻跑步，打人，第三隻咩紅帽嗰個啦，打人，先恐龍，跑步，打人，係啊，好似自己一揸咗啲隻紅行路跑步打人，都係咁嘅。打人，重睇，整咗好耐，半個月都仲未整晒，整一半。呢隻我覺得幾像真，因為排嗰啲冇變到好高啦，高度係用 script set 嘅，排飛，打人啦，都係咁嘅，都係一食呢隻幾得意嘅，係啊，打人。打人，螳螂啦，呢啲係咪叫做國師？呢起初整咧冇咁有識得跑步感啊，冇嗰啲對焦，唉，全憑呢隻我最得意嘅第一隻拉骨架，跑步飛，打人就係咁。